火炭星安提案，咁我係 Angel。今日大家嚟到火炭站銀禧花園，係一個實用面積506尺、間隔實用嘅兩房單位。呢個單位仲有新淨嘅裝修，啱晒上車同埋投資客。我哋一齊睇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8座，實用面積506尺。單位望到開揚嘅山景同埋球場景。單位全屋都冇走廊位，可以用盡晒所有嘅空間。客廳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。牆身夠闊，可擺放多個儲物櫃都冇問題。飯廳嘅位置設有對流窗，可擺放4人餐台。而門口入嚟嘅位置，業主就訂做咗鞋櫃，同埋加咗個屏風。廚房保養新淨，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預留咗位置擺放雪櫃。廚房保養新淨，有窗空氣流通。預留咗位置可擺放洗衣機，係用企缸嘅。第一間睡房放到單人床之外，仲可以訂做一排衣櫃。第二間睡房可以擺到雙人床同衣櫃，同客廳一樣望到開揚嘅景觀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或者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